来看选举的消息，民众党新竹市长候选人高虹安因为学历失言的风波，有真个网友伫骂。虽然家己录影片会实的，验过呢，互人质疑讲这是中华大学的学生会套来。早期学生会出面否认讲这是经过双方沟通的结果。台北市立高文体嘛出面为这个高虹安打抱不平。验过高虹安伫节目中又搁用新竹在地一间高中来做类比，和这个风波是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 我确实用了不精确的用语以及方式，我在这里要诚挚的向大家说声道歉。高虹安因为中华大学夜间部的言论讲唔对话，惹到大家，昨出来回实咧，中华大学学生会嘛发出声明讲，联络高虹安办公室了后，收到正面回应和回实的影片，用接受。听到洪解说者唔是主动回实咧，学生会会长嘛来做说明，并非外传所谓的学生会要来的一事。高委员就 在最后告诉我们，他事实上他就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，那所以他对于这件事情，他赶紧就发布了这个道歉的影片，希望这件代志赶紧收煞。不过学生会发布影片加直播，嘛意外和校友真不满，认为学生会受主动接受失礼。字幕是我们学生会要求 高委员办公室，他们要将字幕上去。针对所落来演讲活动，学生会讲会和高虹安讨论，看感觉要办，超好再来公布。不过家己的候选人防指控抄袭，民众党主席郭文体替感觉最委屈的。刚有一个恶霸，一个流氓要强奸一个女生，那女生为了抵抗咬他一口，结果现在每个人都说你为什么咬人？现在每个人都开始在造谣他什么造假。 等到人家美国都愿意出证明了，你看看媒体都不报啊。不过人若说进步的生菜龟，绝对不会，也不可能去歧视中华大学。就像我在新竹，我们也有世界高中。话题这么多，和风波安怎收，就是收袂好势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轩。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